嗱，呢個熱彼得5:8節樣講到，即刻係想去注意，因為而家對方嘅即刻貼現對呢個蛇鏈，點轉了思想，佢撞即刻越試越惡，佢吞即刻。嗱，所以佢係用下呢個火箭本即刻，呢個火箭係咪呢蛇鏈啊？咪即刻笑，咪即刻腳，咪即刻驚，咪即刻擔心，咪即刻冇平安。下了火箭的下令下時間咪間摸入平安嘅心。嗱，呢個熱彼得5:9這樣講到，對嘅用個信心強嘅信心嚟對嘅，因為到時間啲你射箭你隆重人做擔一樣嘅，世界對付你下令下來嘅痛苦擔心受理，但係時間信耶穌嘅人，時間有信心變強嘅，信心變真嚟對嘅，因為這個信心能夠打仗呢個下令下來嘅痛苦，下來嘅決心，下來嘅受理，下來嘅這個驚嘅，這個信心打滿在耶穌基督，這個能夠得勝對要隆重下令下來嘅，阿門。